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人帮。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真哪有可能啊！啊，昨因迄个土地啊，一层两一下，爆开了一死，两只手，安尼哪有人来啊？嗨，恁两个莫搁安尼多安尼欺负自差啦！我若讲要去就要去啦，恁先等下，我明仔载才来啦。我先来去看阮土地带倒一间。大金宝，你免去找，我知带你36号房。对啦，我都有入去，啊，都唔是咧。我保证，绝对带你这间无唔对啦。安尼哦。好啦好啦，我家己处理啦。恁先等去，我明仔载才到阮土地来啦。真是的。嘿啊。你土地啊？真奇怪。你一定爱来哦。会啦，讲去就去啦。我感觉生啊目睭会遐尼花，唔相信，搁入来试看卖。歹势，有影唔是就对，听声就知。歹势，我掂着紧的。哎呦，啊，即摆伤到阮肚洞的穿的咧。哎呦，肚洞的啊！哎呦，晓用哦，啊，哪会变甲安尼啦？要入来入院的时阵，都还阁无这严重，啊，即摆哪会变甲这食力？哦哟，这竟是啥物两公病呀？啊，唔好甲载我紧来，若要搁万贵工暗都找无人，好，我来去找迄个医生算账。安怎？啊！这是安尼？啥是大进步啊？大进步是咧外用，啥人咱家的代志就爱伊管啊？妈，莫安尼啦。 迄是咱去拜托人来甲咱斗3工来了，到时大进步若来，你都要对人较好咧咧。是安怎好咧啊？就爱安怎甲好咧啦？哎哟，讲到伊我搞我欠卡，我才唔信的啦。哼，咱顶面乡女讲啦，讲伊迄个土地啊来甲咱斗3工啦，结果咧提分请人讲到安尼徛袂起来啦。本来是用抢的来哦，才煞来煞用讲出去啦，安尼是你我搞啊？ 下偏多，妈，我想哦，大进步哦，一定真敖哦。敖喏，啊真敖喏，甲你同款啦，半斤8两啦。敢有人讲写来啊，写甲剩1箍心的啦？妈，你顶摆毋是教我，讲来啊若写过，搁变过吼，要吃着要定写。昨暝我写好你也无食，我对冰箱摕出来，搁定写毋食的安尼。 哎哟，无你是带到这个新妇是来甲我应嘴应字的是嘛哈？吼，咱即摆是你甲伊讲来啊呢，伊煞来甲咱讲冰箱啦。我知，迄天我甲你讲冰箱的代志，你是你气我，气到今仔日，啊你即摆用冰箱的代志来去堵我心，哈？妈，别讲啦，哦，你即摆呐，要为你心肝啊你讲话，我有够歹命啊！我有够歹命！妈，
呀妈，我是嘞。妈，我了当袂起啦，我唔敢安尼做，煞咧你才叫恁翁来泡我，你这个表面的虚伪的哦，我唔敢想啦，想啊边啊啦。妈，安怎？你要拍我是？好你拍！后悔，后悔我安尼做你细汉，有哪了？有哪了？也个这么大，这么大空白，恁老爸食饱永远甲我想要跋筊，我着去甲人洗衫，中昼着去饭店甲人拼，暗时着搁摕物件倒来加工，安尼甲你请，安尼甲你饲，啊无你早就要死啊！我歹命，我歹命！你天公伯啊，吼，哪会遮尔啊无目睭啦？你两个拢甲我死死出去，我不爱看着你，走去啊！妈。 阿母哦，伊拢这么吵完啦，咱搬妈最好啦。搬出去！搬出去！啊！你搬出去！哦，你这狐狸精，就是拢你伫咧洗脑阮囝，这我甲阮囝的感情，安尼伫咧拍歹。好，今仔日你家己想好，你今仔日若有伊就无我，你家己想好。啊，若无你甲我死出去，我不爱看到你两个赶出去。妈。 我歹命，咱是要安怎？安娜，我大婶婆会甲你斗想办法。大婶婆啊，你来啊！来了。露露啊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就是大婶婆啊。大婶婆你好。安妮，这个是恁某呢？是啊。哎呦，够水哦！哈哈，啊看起来真单纯啊喏，这款就好，这款就好啦。是啦是啦，大婶婆啊，好佳哉你即摆来呢，啊若无，呀若无安怎？你讲。 安娜，你讲啊，讲啊！妈，我甲你介绍者，这位就是大婶婆啦。啥拢共款啦。这个是恁阿娘呢呀？是啊，大婶婆啊，是咧啦。阮阿娘即摆咧受气吼，啊即摆拄好风尾头。这拢是我唔好啦，这拢是我唔好啦。我本来甲你答应吼，我应该昨昏就爱来啊。啊，一个有代志吼，啊煞慢一天啦。哈哈，歹势歹势，我唔好我唔好，歹势歹势。大婶婆啊，拜托你替阮想一个办法，啊无，阮真是唔知要安怎才好。我讲过啦，恁若搬出去，就甲我搬出去，搬远远啦，莫我看到啦，无你稀罕啦。咱这个兄嫂人啊，这两个吼，是毋是恁后生甲恁新妇？哎呦，家己的囝吼，莫受气啦，有代志慢慢啊讲嘛。无效啦，无效啦，早若知影讲会安尼哦，我就甲地好死了，夹死了啦。哎呦，你若要讲安尼啦，恁安尼吼，为着恁这个家庭，啊嘛差一点啊，就做迄个唔对的代志，你知无？伊即马家己嘛真后悔，我看恁囝吼，啊，都真有效啊。有效咧拜拜，有效。妈，莫安尼啦，人大婶婆吼是要来甲咱斗相共，要来解决咱欠人的钱的代志啊。钱，若讲到钱哦，我就生气啦。是安怎样？若讲到钱，啊，你就会受气哈。大婶婆，你真济啦。哦，等下我妈妈再讲互你听。安尼吼。嘿，安尼敢对？迄我的为了，哦，伊坐我就免坐哟。歹势，阮妈坐这个较关系。哦，较关系。是啦，大婶婆啊，咱坐这边较快啦。这边较快。无要紧啦，有位通坐倒，拢同款啦。啥嘛，假薄啊！妈，莫搁讲啊啦。啥物莫要讲啊？哈！我今仔日会签这个六合彩，我嘛是为着咱这个家庭，为着要改善咱的环境。要若无我安尼欠300-400万，我是安尼做一摆甲落的。我嘛是想讲，看会当做一摆发起来的。为着啥物啦？哈！我这个老大人，我是会当食到偌济，我会当用到偌济，我嘛就是拢为着你啦，对无？妈，你迄阵啊在签的时，你毋是讲，咱人钱愈多愈好？是啊，愈多愈好啊，要毋过得袂着闹啊多。妈，迄代志拢过啊，莫搁讲啊啦。
他大金婆伊的徒弟吼，去互拍甲吊伤入院呢。啊，即摆大金婆伊要亲身出来甲咱斗3工呢，咱应该爱甲感谢才对啊。哎哟，免啦，免感谢啦。要来讲阮徒弟仔的代志，迄无要紧啦。啊，因为囡仔人都毋捌代志吼，啊，都爱互人教示，伊毋较会大汉。来，安尼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大金婆啊，甲你负责。啊，对方是啥物人啊？免问啦，我来了。大金婆，你着这样代志，你才是要替阿呆甲西安尼打起来对。啊，我拄则甲安尼伫咧讲，啊，你毋是拢有听着啊？不要紧啦，因的代志，你尽量来找我，无问题啦。哦，代志是无啦，因两个欠我78万尔啦，钱摕来。哦，78万呢？哎呦，78万小可代志啦。是讲吼，借问一下吼，我看你的胃口，干那78万，敢有够？大姐婆啊，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哈？你点解伫隔壁庄用武力的代志，这我无咧惊呢？你甲探听看卖，我阿辉南北二路咧走跳吼，我才无咧管惊你啦。哎呦，莫讲这啦，迄个爱动武力的人吼，是上界无教养，啊，甲上界无智慧的人。我大金婆啊，敢正是遐爱冤家，动武力我是上界无爱你咧。哦，是讲你毋知有探听着无吼？你敢知影我大金婆啊伫银行欠偌济钱？哦，那照呢？你即句话咧讲，你的意思是？无啥物意思啦，我是讲吼，我真久毋捌甲人搏过啊。啊，听讲吼，即个名牌甲六合彩吼，啊讲是足刺激的。我想讲要小可小心啊一下，啊是讲你毋知有在做纸仔头无吼？我互倒真济遍啊啦，我即摆拢毋敢做啊啦。啥物无咧做？是签誓无咧做啦。对，我誓无咧做啦。啊哈哈，无要紧无要紧，你这边去撞着我吼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甲人倒啦。你是要签偌济我？1000哦。1万。100万哦。对，100万。100万呢？100万我有专门的啦，这我有咧做啦。你的钱伊就摕来。钱哦，无带伫身躯的啦。来，我这卡船照吼是海水船，这价值300万呢，放在你遮。你要签几号啊？啊，那安尼吼，要签几号的，我明仔暗才甲你讲。好。啊，你摕100万互我，要创啥？是要互你啊，你是要我大金宝啊？因为我看伊安体壳选照只有去互人，哇，你足唔甘心的，你哪？你即摆咧讲啥，我哪会拢听无？哎呀，这是我表示我一点仔心意吼，你甲收下。心意。我知啦，你心内咧想啥，我敢会唔知哦。哎呦，你冤枉我咯！哎呦，你若通讲安尼啦，你甲我讲嘛，我心内吼，我心肝是我就知影，你这款人若有感情的人，敢若看你的表情就知影，你我若有动情心。不是啦，我的手会痛啦！谢。你到底是要创啥啦？你唔通误会，我用手抓，我对大金宝也是一片尊敬的心，欣赏的心，甲崇拜的心，即摆是动情的心啦。我知啦，到时阵啦，变成歪哥的心啦。你来讲这款样的，像我这款的心思型的人，敢会？心思，甲你心土的心思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莫搁改啦，请你出去。你这个钱哦，我嘛袂收，阮婿哦更加袂收。我要困啦，再见。我困就困的，像人哦，我欣赏。你像大金宝嘛厉害，你教遐多，连这款困的功夫传我个师啊。这款的若要我学回来。是的哈，再见。
摕100万就要来拍阮腮了，没来都没有。莫吵，我讲要困就要困啊，我即马已经困去啊。毋是啦，我是咧问讲吼，你即马有较好啊无啦？我有较好无较好，关你啥物代志？我知，这心情无好，哈，我出来去。这敢是阮婿声？婿，啊，你敢是心情对吧？毋是啦，我昨阵啊吼，拄着迄2批过来呢。哈，2批来过来哦？无，伊是来遮创啥哈？伊摕100万来呢。哈，100万？是毋是这？安怎无摕走？啊，伊可能要来你送订哦。啊？要甲我送订？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要甲我送订？婿，你知影你手机的代志呢？哼，连我咧甲人讲代志，伊也拢在偷听。婿，要较小心哦，啊无到时阵啊，你安那互狗去，你就毋知咯。等你咧讲的啥物话？哦，我会去用狗去，你是讲伫倒位去啊？啊无你哪摕100万来要创啥？啊，这都是，来啦，跟你讲啦，就是吼，安尼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婿，你有钱几个啊？哎呦，但这我阁毋捌签过，我要哪会知？我甲你讲，你好好在遮休困吼，啊，我来找灵感。婿，啊，这钱免哦。这钱吼，咱爱阁还人啊！我一定想办法当着伊，绝对还伊的。爱我斗3工无？免啦，你若好好啊，甲我养伤，啊，紧好起来，就是甲我斗3工啊啦。乖乖在遮倒，唔通我白走哦。好，我来去吼。哦，阮婿吼，对我真正赞呢。喂，你是伫咧甲我跟踪就对。你哪会知？哼！无我问你，你是伫咧做啥物头路？我会做头路足高尚的哦，就是咧就做迄落跟踪事业对吧？讲也歹听啦，我是关心事业，关心事业。安怎？我问你，你是安怎咧甲我跟踪？你有啥物企图？啊，你是啥物人？哦，是咧，我稍微去家自我介绍哦。来，小心是空名开，空开就是我本人。今年拄66，应讲是最高尚、最高贵的单身贵族。无啦。对，我知影，你就是迄个吼送水果，啊，佮摕100万互阮爱徒，迄个2撇的对啊？对，小意思。小意思哦。啊，你都有那真热心安怎啊？是啦，是你臭屁啦！你哪讲安尼啦？哦，这100万吼，阮无爱治啦。像你这落安尼吼，定定伫咧甲人跟踪的人吼，这100万的来源，我看有哪无咧偌正当啦，阮才无。大金宝，你讲安尼就伤感情啊啦啊！我摕钱出来帮助你，你无甲我谢多谢，我讲这款话，我甲你讲，社会啦像即嘛吼，像我这款较大方的人吼，出手100万的人吼，已经足少哩啦。大方吼，啊，既然若甲大方吼，是安怎样免咧啊，你甲人对调调啊？哼！打，摕去啦！你这100万吼，阮无爱治啦。安怎？我甲你讲哦，唔
唔准你搁甲我跟踪哦！你若是搁甲我跟踪吼，我就互你好看。你咧骗笑，你咧骗鸭未食水，哎，我是钦佩你，总败你咱啊！你就是我比你较低落了。有一天，我要互你看，我比你更较厉害。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阿爸，你看，我这件衫有水无？阿爸，阿爸，人咧甲你讲话，你拢无甲人听啦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是咧想啥啦？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袂当解决？是啊，阿爸有代志袂当解决，你也知啊。我哪会毋知？而且我搁知影你已经想8摆啊。这你也知？阿爸，你平常时若咧想啥物代志吼，物件就安尼煞喙食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是毋是表示你已经想8摆啊？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才好你呢。哎，阿爸，咱是出来佚佗的，对无？啥物代志吼，就安尼想较开的。阿爸，你安尼为着赚进步啊，一顿食8碗，安尼吼身体是会拍歹去呢。是啊，我嘛安感觉足对的，你哪里就无法度，我安一个心肝安尼拍甲球的你个。哎哟，阿爸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看吼，咱若是关心来去垦丁公园佚佗，保证你心情吼一定会足轻松的，好无？秀苗啊，你知影阿爸名叫做慷慨，要我慷慨摕100万买安尼帮助大金婆啊，想袂到伊甲我拒绝，我足无面子的啦。啥物啊？轰动轰动，大金箔串江湖，确实有够轰动。大金箔自从推出以来到现在，收视率打破这几年来的纪录。好戏还伫后壁，人讲好酒沉暗底，敬请各位继续来阮捧场。大金箔串江湖。因为失去我最爱的伊，想当时的海边，使人头醉，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醒来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，替我抗议，你无情。